两兄，你要在也不难，离家没带虽算好，可惜是路远迢迢谁来盼。下次不可。
为我红颜两分开。我夜里里外有夜来交代，我临别想问你一句话，问两兄你家中可有几房配？你早是与兄未婚配，今日也为我来。要是你两兄听里听，表弟替你来做大媒，夜里替我来做媒，太尉是千金哪一位？这是我家表姐妹，不知你两兄可惜哎？姐妹今年有几岁？他是与我同年哦，乃是上八胎。姐妹与你可相像？他平貌就像吴英丹，太尉子身在口不开，哦，家务找我电影台，此次多谢夜里来牛台。两兄弟话家当我呀你七巧自己哦，七巧，我家